主后2023年7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温士甲特殊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。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到40节。兄弟姊妹，安尼要安怎？恁聚会的时，有人唱圣诗，有人教诗，有人宣讲上帝的启示，有人讲灵语，嘛有人解说灵语。逐项代志拢着为着造就教会来做。若有人讲灵语，只有2个，上济3个轮流讲，搁着有人解说。若是无人通解说，因伫聚会中着静静，只有对家己甲上帝讲。宣讲上帝的信息，通互2个也是3个讲，其他人通判断因所讲的。不过在座的人，若有得到上帝的启示，拄咧讲的人着静静。恁逐个人拢通轮流宣讲上帝的信息，通相甲学习，互相勉励。宣讲上帝的信息的人，着会晓约束家己的文字，因为上帝毋是混乱的上帝，是和谐的上帝，甲所有上帝子民的教会共款。负责人伫聚会中着静静，袂用得讲话。照犹太律法所讲，负责人着顺服。因若爱学什么，着伫厝内问家己的丈夫。负责人伫聚会中讲话无体面。若安尼讲，上帝话减对恁来，也是简单传互恁。若有人想讲家己是传达上帝信息的人，也是属灵的人，应该着知我伫写互恁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人无看即个代志做要紧，嘛毋通甲伊看做要紧。所以，我的兄弟姊妹着热切羡慕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士，不过嘛毋通禁止人讲灵语。凡事着规规矩矩，照特殊做。温士甲特殊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互阮即礼拜过甲真平安、真顺利，也请你互阮伫接续的聚会拢通平安。细囝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段祈祷文是我无意中伫教会影印机边的纸条顶面看到的。这应该是几位青少年带领敬拜进前写的，我看了感觉真感动。你还会记得家己第一遍写祈祷文是甚物时阵无？我想起家己大约17、18岁的时，爱伫团契聚会中做奉献的祈祷。当初时因为惊出场失胆，就先写好祈祷文。等大家目睭揢揢，我就慢慢甲祈祷文念出来。我伫小型聚会中带领几遍祈祷以后，累积一丝丝经验，最后毋免搁再依赖写好的祈祷文，就通直接祈祷。真感谢我早前母会的牧师和长职，因提供真大的空间，予青少年，予阮有机会操练服侍，帮助阮培育成熟的信仰，后来拢愿意参与教会的服侍。当回想起来，感谢当初时我的教会愿意予青少年充分服侍的机会，予青少年会当伫服侍中找到家己的定位，才会当成就今仔日伫教会中乐意侍奉的光景。教师服侍敢若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和干部的代志。若安尼，一般的信徒就无机会奉献因的文书了。随上，
福塞是每一个人拢通参与的，也因为安尼，我的母会虽然简单有10几户的信徒，却也培养出真侪传道者。在当时，教会青年事工盛况空前，人才济济。教会甚至将青年差派去邻近小型教会，去协助罪恶事工的教学、礼拜司琴甲领诗的服侍。保罗讲到聚会敬拜的时阵，有人献诗，有人教导，有人得到对上帝来的启示。当伊谈论讲灵语的文字，特别强调上时也需要有人翻译，才会当互人明白。保罗的意思是，既然文字是上帝所赏赐，就要用来造就教会，对别人有益处。可见，保罗鼓励众信徒拢爱服侍。今仔日的经文也提醒，文字伫礼拜中扮演的角色：第一，互每一个人拢各得其所，愿意服侍；第二，善用文字，互礼拜有特殊。保罗讲，凡事着规规矩矩，才有特殊做。可见，信徒除了学习同心服侍、彼此包容，用听来建造教会，也着学习遵守教会的特殊甲伦理。台湾基督教教会的教会法规看起来甲带人归主、宣扬福音无直接的关系，总是实际上教会的行政甲管理也需要一套规范，来维持教会运作的特殊，互信徒伫使用无共文字的时阵，袂直到离开真理的架构甲规范。互教会会当伫健全的架构下面维持好的特殊，来荣耀上帝，造福乡里。默想，福音甲教会法规安怎相辅相成呢？文字甲特殊安怎并重呢？福音甲教会法规安怎相辅相成呢？文字甲特殊安怎并重？咱来祈祷，建立教会的上主。虽然教会伫宣扬福音有各自的方法甲特色，毋过求主互阮伫圣神内面合一，互福音的宣扬搁较有效果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